嘿，看啊，为什你这召唤？你的心是耶稣。你是讲的一人，假使平凡心茫茫，将一世一春来的伤。我的心就亲像咧明亮，万那星这我的心，真是永远感受，主行好行山，万爱永温的。是做着一个守道的人，虽然是一切袂当相来依旧快乐，祝愿平安，我应情欢乐，轻轻松松。咱若是做着一个守道的人，为将心伤苦心难是真甘愿，愿是了，何受难？从心风景了，永爱了一条。我的心就亲像咧明亮，我那情最换我的心，即使永远拢无感受，注定好野山，永远爱永远若是做着一个守道的人，虽然是一切袂当相来依旧快乐，祝愿平安，我应情欢乐，轻轻松松。若是做着一个守道的人，为将心辛苦心难心真甘愿，决定心了，何受难？从心讲得了，永爱了一条。这就是这四段吼，圣歌二人组美妙的歌声吼，来唱出咱这个老师的心声啦吼。希望咧，咱大家咧，包括互咱认真拍拼，会当建功立业的，咱嘛会当像这个坚持过以后咧，会当影响群众啦吼。互咱咧，在所先在这个感觉的过程咧吼。如果若有过失的所在咧，求咱上天慈悲赦罪，请所有真诚甲互我包容，这是互咱的愿望以上，祝各位真诚身体健康，欢喜常伴，谢谢。大众请起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一躬，坤道一躬。咱修道人吼，真正是好嘢，是拢天注定吼。
会当平安祈福安尼是一个上广泛的啦吼。所来咱就到啥物个好处理的，咱报学才有点报着吼。咱外口有准备一寡咱的点心，咱若一般了后，咱即个后一人摕一份吼，等一下咱一般收落来即个订购吼，若一人摕一个，等于食平安吼。今天的班咱到这结束，祝各位前学人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。现在咱来闭班。好，来，咱现在开始先闭班。信义神元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06年启慧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一躬，再一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传师一鞠躬，感为各位讲师一鞠躬。前道一鞠躬，坤道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。